由踏入士嘉堡 Kings Cross Hunting 嗰一刻開始，你就好似加入咗一支精英團隊。無論係邁出第一步，每一步，你背後永遠都有一班為你而設嘅可靠團隊。佢哋用心、專業同你一齊衝，一齊贏。你唔單止係客人，係隊友，係夥伴，係被全力支持嘅贏家。士嘉堡 Kings Cross Hunting 與你並肩作戰。出道首個節目，唔止跳你最叻嘅拉丁，仲要拍住唔同女嘉賓挑戰各種舞蹈，打造未見過嘅拉文。呢個拉文冇事就唔係冇事嘅，係真係好大件事。梗係啦，每集一個大 show 㗎，準備睇表演啦喂！拉文武士道1月14號起，星期三下午4點20分，新時代電視一台。天主教徒點解敬禮聖母？因為我哋其實係想直接去耶穌嗰度，耶穌會走去邊啊？我哋好聚焦於咧，就係走去十字架嘅腳下。十字架腳下邊個喺度？聖母喺度。聖母係唯一一個由第一日話我願意，係一直對天主嘅信任係絕對嘅。聖母係保住我哋，拉住我哋，扯住我哋，企喺個十字架下唔好走啊！因為我哋太唔可靠。呢個星期嘅問問情神父，令大家更明白天主教徒恭敬聖母嘅原因。